3部无法播放的影片，可能上传过程失败了。上传过程中断了。把它按个赞呢，就会加入这个记录，加入那个观看记录里面。那整个播放清单的加入，就要按这个了。按这个有没有一个？现在打扣那个原先是加号，原先是加号，按下去就变成打勾，就会储存在媒体库。现在萤幕画面右下角媒体库，就是那个了。以后要找这个播放清单，就按媒体库进去找。按个赞，这样就可以加入那个